炸狂，爽礼拜爱去炸狂，迄去做食品展览嘅统一，爱迄单人一间派嘅温度土细热嘅食品公司嘅翻译。次日，爱着早晨9点拄爱到飞床，所以爱5点拄放咧。爱急急洗摕早晨，洗面洗嘴，总总拄出门咧。爱里都爱送钱，毋盼得错这路，手搓较便宜嘅洗田机。无想到洗田机早晨嘅急行，都新宿竟然爱点半钟，爱惊付毋到9点，新拄请紧张，到新宿嘅时节已经8点半咧，爱想掠下快咧，9点撤退无法拄到，所以爱打电话本介绍掠工作本爱嘅某一公司嘅人，老记费实离，讲爱会晚半点钟到，打铁电话爱拄实本中央线到东京，差头爱阮金叶线，爱行差毋多10分钟，站到热退，韩热韩过毛，到飞床差毋多8、10点咧，爱急急去寻潘思人人，老记费实离，伊讲毋怕，所以爱拄放心咧。一路风拢用走嘅金流番到现场，爱连出汗拢无时间，拄开始工作诶。爱汉摆毋甘过迟到咧，爱久加点伫台湾真有名，本来迄卖担的面出名嘅，所以掠间店有名嘅迄面条，其有卖担的面、关庙面、凤曲ですね，H が抜けてる凤曲面、刀削面、老米粉。調家用講掠下嘅米粉粉じゃなくて米粉ですね MI30 米粉有青豆，係用天粉做嘅，毋過其他嘅米粉有70%係米做嘅，其含強條。其他嘅面拢係日頭去洗嘅，所以清口，毋會黏強下。還有掠幾種面做得做意大利面，當中日本人對刀削面一定有興趣，因為喺日本有青島刀削面嘅店，有一位人客試食愛到嘅面，佢講真好食，佢想愛真好來買。佢講掠刀削面煮2分鐘都做得咧，真方便。愛哋還有買醬料。有豆瓣醬、甜面醬、
朝天朝等等。其中日本人一定好偷办奖贴面奖，有一间公司为限爱着留记做这两种商品，其中讲偷办奖留贴面奖伫日本卖倒真好，日本人唔好食油饼、香粉嘅东西，所以就掺掠嘅东西拢无人问。我感觉人嘅美国真神奇，人总是习惯细细嘅细节食过嘅面，台湾人食东西无饼、香粉都会感觉无辣香，日本人食东西无加透油都无感觉，都会感觉少一项东西。我食东西清淡，来日本10年咧，倒近我还是感觉日本嘅面挺咸咧。